这一章印光大师所说的话，他一再的提醒我们，鼓励我们，而且警惕所有的法界众生，一定要注意，你修行用功是干什么？为什么你来寺庙来听法？为什么来拜佛？为什么来念佛共修啊？我们愿意行善，跟广结善缘，为什么？是修行嘛？你的修行，你用功都是为了生死，为了能够了断，你不要生，不要死，了生死。你如果没有生，当然就不会死。今天我们知道，你有生是必有死的啊。你有生一定会死的，活在世间，哪一个人例外呢？没有一个人逃避的，绝对你有生就有死啊！我们修行就是为把它了断，我不要生，你不要生就不会死，那你永远就是寿命啊，福寿绵长啊！生死如果不了，你的生死没有了断，危险太大了。为什么我们没有跳出这三界，没有离开六道轮回，会怎么样啊？继续不断的在打转，你又来投胎，又来转世，然后又受到人世间的这些无常的苦空无我的道理，还有世间的灾难，随时都会如影随形的在旁边跟随着你，所以这个危险太大了。我们不见得能够投胎做人呢，有时候没有资格当人呢，那怎么办？各位，你就堕落嘛，在地狱、畜生、恶鬼道嘛。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危险太大了，那些都是我们人因为做的有差错，做的有过分，做的违背天理，你的道德良心丧失掉，你违反了做人基本的原则，所以这个一定会受苦的，你就危险就太大了。那黑暗的地方，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人做的不够完美，你种了恶的因，所以你会受到恶的果报。轮回未出，难免会堕落。如果你六道轮回没有脱出来哦，没有离开咯，那难免一定是堕落下去的。贪心、计较、埋怨，各位跟人家冲突，报复心态又很重。你看，你没有办法避免要堕落下去，继续轮回受苦。努力今生，我们在今生这一辈子当中要珍惜自己，要爱护自己。我一定要在此生此世好好的努力，好好的认真学习，认真的念佛，这样来了生死，以了生死。所以我们要把生死给了断，这个才是我们来出生修行用功的主要目的呀。这是印光大师，就是我们大势至菩萨来转世，一再提醒我们，鼓励我们众生一定要谨记在心，你不要虚度光阴啊，糊里糊涂的、懵懵懂懂的把时间耗掉，以后你再来后悔，你根本就来不及了。到时候在黑暗的地方，你叫苦连天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你在那边呼号啊、呻吟啊、求救啊，没机会了。你为什么不想当初在世的时候，人家告诉你为什么没有好好的配合，不懂得怎么样去认真努力的修行，结果现在你受苦了，受灾受难的时候，你才来开始埋怨，为什么我这样？为什么我这样？为什么？你要问你自己啊，问你自己啊！每天呢糊里糊涂的啊，糟蹋生命，浪费时光，每天不好好的用功修行，结果最后你堕落了，受苦啊！你怨得了谁呢？怨得了谁？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一点，我们必须要谨记啊，把祖师大德讲的话随时回光返照，让我们自己能够符合他的要求，赶紧努力的忏悔，好好的念佛，此生此世把它了断，我们以后大家都大成就哦，到西方见佛。各位很重要的一段话，各位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